架車輕鐵5期列車，輕鐵發現號，有迷你兵團與大怪獸卡通電影主題列車，時間早上10點17分，地點輕鐵龍門站1號月台往元朗方向。重複，呢架車輕鐵5期列車，屯門輕鐵發現號，有迷你兵團與大怪獸卡通電影主題列車，時間早上10點18分，地點即將駛入1號月台嘅列車，輕鐵龍門站1號月台往元朗方向。Not carry passengers at platform 1.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. 列車編號為031，會即將駛經輕鐵龍門站1號月台往元朗方向。呢架列車編號為1156，有蒸汽火車。呢架車真係好正㗎！想知嘅話，可以喺 YouTube 評論區留言俾我。呢個係有迷你兵團，呢個係英文字母，我都唔識講。呢個真係輕鐵5期列車1156。